ICT Module B Chapter 7以太網及其他局部區域網絡技術 Ethernet 有啲難度嘅呢課。咁咧，平時我哋見到咧會見到呢一個網絡嘅速度啦，10 Mbps、100 Mbps、1G 甚至10 G。咁呢一個咧，其實就係我哋所講嘅 Ethernet 啦，以太網。學習目標：了解以太網嘅基本概念。咁咧，就係呢個簡單嘅概念咧，都幾複雜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要知道咧，以太網喺邊一層咧？其實就即係喺 T 咁啊，最頂係應用層啦。TCP/IP 模型裏邊咧，最頂係應用層，跟住就TCP， 跟住 IP， 最底嗰層咧就係主機至網絡層。咁就咁睇咧，你會以為係嗰條雙扭線就係主機至網絡層，其實咧中間分咗兩層嘅。以太網位於主機至網絡層，咁咧佢會將 IP 走落嚟嘅數據咧加多咗一個以太網表頭同埋表尾，形成咗一個以太網晶，一個 frame 啊，以太網嘅 frame。一樣啦，佢封裝即係塞咗個以太網表頭同表尾啦。咁到對面咧收翻之後咧，就會將佢解封裝，即係開翻出嚟，上翻上去上面 IP 嗰層啦。如第二同第三節所介紹啦，發送端從互聯網接收到 IP 數據包之後，會用以太網表頭同表尾咧，把 IP 數據包封裝成一個以太網晶。接收咗之後呢，檢查有冇錯誤，冇錯呢，就會將嗰個將個晶呢解封裝，然後送上一層。咁如果係錯嘅話呢，就掉咗佢。好啦，咁睇一睇呢一個表頭嘅結構。咁之前嗰個學咗呢，同步位元，其實呢度就用到啦。咁你見到呢，有7個字節。攞嚟做同步嘅，咁當對方我哋長時間呢嗰部電腦呢，嗰個網絡卡呢，長時間喺度等待緊其他人傳送嘅，咁當你駁咗上去個集線器嘅時候呢，就其實已經同步緊噶啦。大家話俾佢聽，時不時呢都會 send 翻一個信息，喺個電腦呢個網絡卡呢 send 翻個信息去嗰個集線器或者交換器等呢，可以做到個同步嘅信息。咁佢真係收到呢一個以太網嘅標頭時候呢，前面呢一個呢就已經包含咗個同步嘅位元啦。咁跟住呢，後面嗰一節呢，有一個字節呢，就係代表咗呢一個幾時起始啦。MAC address 啦，個 MAC address 啦，目的地媒介接達控制位置，跟住呢就來源啦，目的地嘅 MAC address， 來源嘅 MAC address。咁呢一個唔使理啦。好啦，咁啊媒介即係數據啦。咁呢度好特別嘅，有一個叫填充嘅東西嘅。咁咩意思呢？我哋睇埋最尾啲人先講。最尾呢就有個檢測檢驗。咁下邊呢會講解點解嘅。頭先第一個講咗啦，前面攞嚟同步。咁幾時開始？目的地個地址，來源地地址個地址呢就係 MAC address 嚟嘅，呢度你要留意。咁啱晒啦，6個字節。咁啊，個 MAC address 係會用12個4bit 嘅數字代表啦。好啦，下邊呢就有數據啦。填充攞嚟做咩嘅呢？填充呢就係令到嗰個長度呢喺46至到15個字節範圍之內。咁如果佢唔夠嘅話，佢呢個填充呢就會塞俾佢。咁呢就下邊有條問題可以撳出嚟，呢個咪 zoom 落啲。
描述以太網喺接收到如下大小嘅 IP 數據包時所進行嘅數據封裝程序。咁呢 A 呢就係塞個表頭同表尾。好啦，10個字節就點呢？喺接收到嘅 IP 數據中加入表同表尾啦。但係數據包大小呢少於46個字節，咁會點算呢？前面呢就有10個字節係數據真正數據嚟嘅，咁佢呢會塞多一啲虛擬嘅數據，咁令到個長度呢不少於46，咁你必須長度大小係46嘅。咁呢個方便呢就係、可能我係同步嗰樣嘢啦，係嘛？應該好啦，呢度錯咗，我調轉咗啊！一個以太網晶嘅最大長度同埋最小長度分別幾多呢？最大長度1526，咁點解係26呢？因為係7加1加6加6加2加4夾埋呢就26。咁最少呢嘅數據就係1500啦，再加埋個表頭同表尾。咁最少要調轉咗啦。最少係咩呢？最少係表頭表尾加晒，再加多個46嘅即係填充啊，即係當佢可能呢一個 byte 都冇啊。好啦，咁另外呢就有一個最尾呢度晶檢驗序列，咁呢個表尾呢攞嚟有一個 CRC 檢查嘅。咁 CRC 可能你記唔記得？咁呢都會做一個檢查嘅，將數據加埋晒。然之後做一個運算方法，運算咗之後呢，就會有一個數字走咗出嚟，佢就會將呢個數字去做傳送。咁對方收到之後呢，做翻相同嘅嘅運算。如果個數字一樣呢，即係代表冇錯啦。傳送過程。咁除咗 CRC 之外，仲我記唔記得呢？仲有就係檢查和啦 checksum 同埋嗰個機偶檢驗法啦。機偶檢驗法講到口都臭啦，臭埋啦。如果唔識嘅話呢，自己翻去再睇啦。好啦，有咗標頭同表尾之後呢，跟住睇下究竟喺傳送過程中呢，有啲咩特別嘅機制，所以佢會叫做以太網啦。咁呢，呢一個好緊要噶，咁啊自己打粒星星啊 ，CSMA CD。咁稍後呢，我哋講 WiFi 嘅時候呢，就會另一個嘅叫 CSMA CA。好啦，帶有檢測衝突的載波精聽多子接達，呢個中文唔使記啦，記個英文啦 ，CSMA 同埋 CD。咩叫做 CSMA 呢？咁首先呢，佢分開咗 CS 同埋 MA。喺以太網中呢，所有嘅電腦呢都連接同一個傳輸媒介。咁即係話得一條線，咁全世界一齊用，咁一定會有衝突啦。咁令到呢一個衝突減少嘅方法呢，就係呢一個啦，多子接達。多子接達指多台電腦可以喺任何特定嘅時間內接達傳輸媒介，即係話出邊嗰條路呢，公家嘅，你衝出去呢就用得噶啦。呢個呢為之多子接達。咁第二個呢就係 CS 啦 ，Carrier Sense 載波精聽。咩叫載波精聽呢？睇到啲字先，就係睇圖啦。發送者喺發送數據前呢，會先精聽傳輸媒介。發送 A 啦 ，A 會先精聽載波。有沒有人正在會睇下呢？有冇人呢正被其他發送者使用？睇下嗰個媒介呢有冇人用緊。如果閒置嘅話呢，若該傳輸媒介正在閒置，電腦 A 會立即送出數據。否則呢，另一電腦呢係正在發送數據呢 B 會等候嘅。咁啊，載波精聽簡單啲就係你突個頭出去望下，有冇人啊？冇人就衝出去啦。即刻嘅，即刻送出去。再講一次啊，大家 A、B、C、D、E 5班嗰啲有個人呢，突個頭出去望下走廊有冇人。有人行緊呢，佢就等一陣先。冇人行緊呢，就即刻衝出去佢嘅目的地啦。咁啊，好快咁睇下啦。有冇人用緊啊？
而家冇人用啦，咁我用啦，白痴啊！跟住啦 ，B， 喂，有人用緊喎，我有人先用啦。呢個呢，就係 CS 啦 ，Carrier Sense 去載波檢測。咁呢，有一個情況就係點呢？同時間呢個減少咗，唔能夠完全避免衝突嘅，因為點解呢？兩台呢，發現傳輸媒介都閒置，佢哋都發現到呢傳輸媒介閒置啊，兩台電腦都呢發現係閒置咗，咁佢哋就會呢同時發送數據啦，咁呢個過程就係衝突啦。咁即係大家喺同一秒鐘都 check 到，喂，冇人用咯，佢即刻傳送噶嘛，呢個咁咪即刻傳送咪會衝突咯。咁兩個都傳送唔到噶啦。咁有咩方法可以減低彌補呢個缺陷呢？就係 CD 啦，衝突檢測。咁咩意思呢？準備發送數據嘅電腦呢，可以檢測是否有衝突。檢測是否有衝突，電腦會一直監察發出數據嘅狀態。發生衝突呢，就會等候一段隨機時間，呢個名叫做退後延遲 （back-off delay）。咁等一陣先至再睇下有冇人傳送緊。咁意思即係點呢？佢突個頭出去望，有冇人傳送緊啊？好啦，我即刻出去啦。一出去，咦？好似已經撞咗咯，出邊已經有人行緊噶咯。咁我退一退先，褪翻後，等一陣先至再衝出去啦。等咗一段時間之後呢，我再 check 下，喂，有冇人用緊啊？冇人用啦。跟住佢就會再 check 下，喂，有冇呢一個衝突發生咗呢？我衝出去嗰刻有冇撞到人呢？有撞到人喎，又再等一陣，等一段時間，一個隨機嘅時間，我哋再傳送。咁試幾次呢？持續發生數次呢，嘗試數次就會放棄傳輸噶啦。咁如果個網絡經常性呢都 check 到呢有衝突嘅，可能呢即係代表咗某一啲人經常性用緊啦，或者佢個設備可能太差啦。咁即係經常好繁忙嘅，咁就會送唔到啦。咁呢度總結咗就係 CSMA 呢 Carrier Sense Media Access 呢 check 嗰個網絡有冇人用緊，冇人用就會送出去。呢個呢就係把衝突嘅可能性盡量減低。CD 呢就係處理衝突嘅方法，遇着衝突嘅時候咪等咯，得唔得？咁佢點樣檢測衝突呢？要檢測衝突發送數據嘅電腦 A 呢，就會檢測接收信號嘅能量水平，並與發出信號比較。若沒有發生衝突 ，A 電腦喺度用緊嗰個媒介，佢檢測到能量水平呢，只係由電腦 A 發出，同傳送嘅電腦能量水平相近，因為佢用緊啊嘛，咁佢發出同埋送出嘅能量咪差唔多咯。咁但係調翻轉啦 ，A、B 都同時使用，咁個能量水平呢會雙倍嘅，接近啦，雙倍。咁即係佢會 A 呢發覺到，咦，嗰個能量水平同發出水平 double 咗嗰個接收水平，咁即係代表咗呢有機會係嗰個有人用緊啊。咁所以呢，如果你電磁波嘅話，如果側邊呢有一啲干擾呢，可能就係干擾到呢啲啦。即係你傳送過程佢產生個干擾，就係話喂，佢可能其實唔係真正有人傳送嘅，可能其實只不過有啲干擾，咁佢就遲一啲再傳送，咁你傳送會慢咗咯。咁呢標準以太網呢度呢，最尾講埋5秒鐘講埋呢，就係爭用為本，大家鬥爭嘅，咁唔係排隊嘅。
鬥爭。